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人工智能新聞速遞。人工智能已經全面滲透我哋嘅生活，無論係醫療、教育、金融、交通 ，AI 都發揮住前所未有嘅作用。最近，香港多間中學開始試行 AI 教學助手，幫助學生自動批改功課同提供個性化學習建議。另外，美國矽谷科技公司發表咗一款新型語音助手，可以用粵語同使用者自然對話。專家表示，呢項技術有助推廣粵語文化，亦可應用喺長者照護同智能家居方面。但同時，該技術嘅快速發展亦帶嚟唔少挑戰。